件事：一、出汗不洗冷水澡；二、脚底不要受寒凉；三、肠胃最怕食冷饮；四、睡觉莫要关上身；五、喝水不要太快；六、皮肤不能暴晒。不要着急划走，2个红心，关注我。颈椎难受，脖子转动，咔咔响，后面这一块胀痛，2个肩膀沉重，手臂、手指发麻，怎么办？2个红心加个关注，我正在直播锻炼方法。颈椎锻炼操，第1节耸肩运动，前耸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后耸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2节旋肩运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3节下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4节向前往后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5节手心向上往后抓手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6节叉腰含胸扩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7节头颈相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8节双手相扣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9节合掌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0节推掌转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1节夹背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2节，仰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3节，抬头看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4节，抱肘转头左右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5节，夹臂扩胸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6节，回头望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7节，后摆手垫脚仰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8节，模仿游泳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19节，手后摆腰后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20节，拉伸后颈部肌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21节，颈椎胸椎总动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以上动作每个动作做16下，一天做2次，要坚持锻炼哦。